今天不管忙到多晚，我都回来给你煲汤，好不好？鸡汤吗？鸡汤就鸡汤。老大，有快递，帮你拆了啊。切，恋爱的酸臭。送我表姐就是高数，送我就是 natural science， 小气。什么东西啊？你送我表姐的丝巾。丝巾？我没送你表姐丝巾。老大，其实我脖子也空着。 谢谢 ，from 上官逸。上官逸谁啊？上官婉儿的哥，王者出新英雄啊！开门！开门啊！文少卿，开门！老大，我突然很想学习，我去书房看会儿书。 开门！哦，烫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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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煲的汤绝对不比你差，炖了整整1晚上。昨晚敲了半小时菜铺的门，硬是把老板叫起来卖给我一只芦花鸡。几点回来的11、12点吧？怎么了？你那个上官老师又拉着你加班了？ 是我拉着他加班。快尝尝这汤怎么样？来，我不想喝。还没好吗？没胃口吗？你这个上官老师送礼物送错地方了，我帮你收了。哦，丝巾呢？先放旁边，汤凉了就不好喝了。他为什么送你丝巾？就昨天晚上我给他买粥弄脏了，他赔我一条吧。 你还给他买粥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为什么是粥？为什么是粥？对，为什么是粥？上官老师的胃病还没痊愈，不得喝粥吗？难道我给他买烧烤啊？那阳春面、养胃散什么都行，就不能是粥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如果你不喜欢他送我的丝巾，我可以退回去。我煮了1晚上的汤，你说不喝就不喝。你阴阳怪气什么？是因为礼物，还是因为粥，还是生气我最近经常失约没有陪你？幼时临帖临不好心字，凡心在下者，其身勿高，其身勿正。我却学不会低矮以避上，又出意去时，因为太在意，所以放纵大乱。爱情是不是也如此？先动心的那一方，总是处于弱势。你根本就不信任我。